1950年代，物资较缺，真罕得有鸡肉通食。爱当过年过节，阮老母才会杀鸡，煮青菜就毒。当我看阮老母甲鸡仔的膝仔搭伫涂骹，甲鸡翁公仔的毛带清气，涂骹早就放一块黄撇仔，伫薄薄仔米伫撇仔内，顺便要刷米花。阮母啊，甲菜刀也悬悬，要对鸡翁棍仔抬落迄阵，阮兜三个囡仔拢毋敢看，看着伊儿伫涂骹拍滚，我足想要大声喊：妈妈，莫抬啦，放伊去啦！毋过想着做时个鸡肉是遐尼啊芳个好食，实在足歹决定诶。我足期待住伫台北甲台南的阿舅较接来阮兜佚佗。阿舅听孙仔会甲鸡腿拿来我的碗呢，若无我的目睭会紧紧上阿舅碗内鸡腿。阿琴兄喊我讲起早前的代志，讲甲正煞看，原来阮是共乡的，伊住伫草尾墩话西徛。阮两个阁是读同间国民学校的乡亲，几十年后伫故乡为无言做志工，才有机会见面相认，感觉世间真正矮矮的。都是安尼讲话开口，鼻音听着足亲切的。阿听兄讲，我来念阮囡仔迄阵请咧念的童谣，互你听看卖咧。呼儿呼儿，台北饲盐鸡，盐鸡饲大只，叫阿姑来，盐鸡掠起来刣，刣互阿姑食，阿姑食甲剩一支鸡骹了。阿琴仔抱来床，阿嬷捧去囥，阿琴仔都较哭哭软，哭哭软。笑问，呼儿呼儿是啥物意思？敢是记起数，也是咧增加趣味性？无喏，迄时阮迄阵还无电火，用炒油灯诶时，阮阿嬷若用土人来下笔，土人会叮当，其海自然产生诶声音，都是呼诶呼诶，呼诶呼诶。无味甲像诶年代，咧食白米饭，拢爱家己动手诶土人，土人会过诶喙仔，就会分开臭味和饲甲壳，遐个饲甲壳。有人讲粗糠，会去伫7、8岁时，阮兜捌用粗糠糟咸烧水煮菜。若要食较白的白米，都爱阁用柴蒸躯仔，甲柴蒸腿仔阁蒸过，别使用皮蒸躯仔，安尼米较袂蒸甲脆炎炎。用菜啊，甲蒸好的米阁杀一摆，原甲破去的米甲米糠蒸起来通饲鸡啊。有人会问我。你敢捌下过土人？当然捌啦。毋过下土人有一个细面，若掠着马甲都会顺手。食饭诶时，阿姑食甲剩一支鸡骹了，我做想要举来往床往买。鸡肉是遐好食，真正毋敢等形煞。我当咧小想诶时，阿嬷诶骹手搁较慢了，伊已经甲食出无偌济鸡肉，捧去放伫悬悬诶菜拄仔内。害我伫拄仔骹哭哭闷，心内想讲，敢要落伫涂骹，无揣着迄只鸡脚了，真正毋甘愿。